呢度係 Take Your Time，我係 Alex，FHH 高級鐘錶學認證專家。Take Your Time 除咗賣錶、幫你揾錶，仲會同你介紹世界上千奇百趣嘅手錶同故事。如果想知道更多，喺開始之前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好，我哋開始今集嘅內容。唔難發現啊，其實咧你想買二手嘅 Grand Seiko 咧係好難嘅。好多人咧中意問我乜嘢牌子嘅錶咧賣得最好。但係咧呢個其實咧從來都唔係一個咩問題嚟嘅，因為你想揾嘅牌子啊，大部分都能夠揾得到，最好賣嘅亦都唔代表佢係最難入貨。所以今日咧我就要同大家嚟講最難入貨嘅二手錶係乜嘢，就係 Grand Seiko。就以我嘅 Carousel 嚟做例子啦，我嘅白華樹咧已經係有28個人咧問過呢隻錶啦。所以一直以嚟咧，對我嚟講都係神一般嘅存在。白華樹咧總共出過6個款式啦，最常見咧就係第一代2021年推出嘅 SLGH 005。但係啊，要講最難見到嘅貨咧，就一定係呢隻啦 ，SLGA 009啊 Spring Drive 版本嘅白華樹。一直以嚟咧，我都好想入呢隻錶，但係咧無奈市場上咧係絕難見到。當我見到呢隻貨嘅時候，牌仔齊晒嘅。除咗呢個牌仔之外咧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牌仔，就係呢個白色牌仔。佢上面咧有個 QR code 啦，只要掃上面嘅 QR code咧，就會有保修嘅信息，就會寫明咧究竟佢嘅保修年份係幾時到幾時。附件齊全啦，有呢一個嘅 Grand Seiko 嘅袋仔啦，說明書咧亦都係齊全嘅。上面亦都寫明咧，佢係 Spring Drive 用嘅說明書，有齊晒多國語言。去翻今集嘅主題啦，咁究竟我中咩伏呢？大家一齊睇一睇呢個盒仔。嗱，佢咧寫明晒咧係 Made in Japan 嘅。嗱，呢個盒嘅質感咧完全係冇問題嘅，咁佢都真係一隻正貨嚟噶。不過你睇清楚上面啊，應該咧就係大家最唔中意嘅一個 label 啊，就係咧佢係一隻內地嘅版本。究竟啊，我呢一次嘅九衝入貨有啲咩問題呢？我哋睇埋呢隻錶嘅真身先。SLGA 009 Spring Drive 嘅版本咧，2022年推出嘅。佢咧每日嘅誤差咧係正負0.5秒啊。最重要嗰樣嘢係咩啊？動力儲備120小時，即係5日咁多。成隻錶嘅狀態咧非常非常之好啊！比起咧 SLGH 005 High Beat 嗰個版本咧，佢係厚咗0.1 mm 咁少嘅啫。Lug to Lug 嘅長度咧就會多0.6 mm。基本上呢隻錶咧同 High Beat 嘅版本咧，如果放埋一齊咧，你係會見到明顯嘅分別嘅。左邊嗰隻咧就係 Spring Drive 嘅版本，右邊嗰隻咧就係 High Beat 嘅版本。錶面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個紋理唔同啊。右邊嗰隻咧係個紋理會深少少啦，會有少少凹凸嘅。但係咧 Spring Drive 嗰個版本咧就會比較似係雪地。內圈方面咧，左邊咧係會比較寬闊，右邊嗰隻咧係比較窄嘅。仲有一個超細微嘅分別啊，就係秒針最中間咧，如果係 Spring Drive 嘅版本咧，係會有個帽蓋喺度，但係咧右邊嘅 High Beat 版咧，佢係冇帽蓋嘅。當然要講到最大分別啊，就係左邊嗰隻咧就係掃秒式嘅流水般嘅，右邊嗰隻咧就係有少少跳動式嘅，因為佢係機械機芯。呢兩隻錶咧邊隻靚啲呢？我相信咧就大家自己各有各嘅睇法。但係要講到市場上咧邊一隻貨多呢，就一定係 High Beat 嗰個版本嘅。甚至乎你上網揾白華樹3個字咧，一定咧都係 High Beat 版本嘅介紹比較多，而 Spring Drive 咧係非常之罕見嘅。所以當有人問我咧可唔可以揾到 Spring Drive 版本咧，我通常都會話真係冇貨。可能係因為 Spring Drive 咧實在係 Grand Seiko 最大嘅標誌，個個買完 Spring Drive 咧都唔會放出去二手市場。站喺呢個角度啊，見到一隻 Spring Drive 啊，我又點能夠唔九衝呢？我都唔理啊，佢喺世界邊個角落買啊？你日本又好，香港又好，澳門又好，內地又好，西班牙又好，阿根廷又好，我唔理啦。總之你買到呢隻 Spring Drive 咧，基本上都應該係有人接貨嘅。仲要所有嘢齊晒，狀態極佳。我做咗咁耐錶以嚟啊，都係第一次見咋，仲唔係有今生冇來世？
我覺得呢隻錶咧更加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後邊咧係會有個 Power Reserve 嘅，因為對我嚟講咧有 Power Reserve 嘅錶咧係非常之好，而且咧 Spring Drive 通常咧會將個 Power Reserve 咧放喺錶面，但係呢隻咧放喺錶底，我係幾中意，因為咧個錶面咧就可以更加簡潔好睇。當然從設計嘅角度咧，如果百華樹呢隻錶嘅 Power Reserve 咧放喺錶面嘅話咧，其實都幾有礙嗰個觀感。你諗下喺嗰啲紋理上面啊，加咗個 Power Reserve 咧，一定係大煞風景。對好多人嚟講咧 ，Grand Seiko 咧係一隻咧可以翻工戴嘅錶。雖然呢啲不鏽鋼嘅錶款咧，通常我哋都會視之為一隻運動錶，但係 Grand Seiko 呢種典雅嘅感覺咧，就顯得咧正裝都係可以佩戴嘅。嗱，不過咁啊，外國啲人咧真係帶嚟踩單車，同埋呢隻錶咧防水有成100米咁多。雖然佢就用咗超鏡面拋光，如果咧整花咗唔好睇，不過咧啲外國人咧真係會帶嚟做運動㗎，同埋咧帶下去泳池啊，帶下去海邊啊。嗱，我真係唔係吹水啊 ，casual wear 咧都係會帶㗎。我知道咧，無論係香港定係日本咧，好多上班族都會戴呢隻錶。我諗其中一點大家唔將佢視為運動類咧，係因為咧佢係冇夜光嘅。casual wear 咁樣戴好似怪怪地，但係咧睇真啲，佢着住件龜仙人嘅衛衣都 carry 得到。我哋嘅眼光會唔會咧窄咗少少？或者百華樹呢隻錶嘅純正同埋平靜，俾我哋嘅感覺實在太冷靜啦，所以我哋先覺得百華樹呢隻錶咧係一隻正裝錶。casual wear 得唔得？不妨咧大家留言討論。最後咧揭盅一下，究竟我中咗咩伏呢？錶係真嘅，錶係靚嘅。答案呢就係，我以為全地球嘅國際保養都係國際嘅，但係原來內地嘅版本只在中國有效。所以呢條片咧提醒緊大家，如果你去內地旅行，你經過 Grand Seiko， 尤其是係上海啊嚇。你買錶唔好以為國際係國際啊！中國嘅國際同你想象中嘅國際係兩個世界。所以講到底，我買咗一隻貨，而嗰隻貨本身係有保養，但係如果要保養嘅話，係要拎翻大陸啊！當然啦，作為一個負責任嘅賣家，我都只能夠講，如果你願意買呢隻錶嘅話呢，我願意幫你喺保養期內拎去上海專門店嗰度搞。但係如果過咗保養期就冇辦法咯，大家都係喺翻香港專門店嗰度咧拎俾佢哋處理啦。呢度咧都提醒大家，由於咧 Grand Seiko 嘅 Spring Drive 咧比較複雜少少啊，所以咧香港咧大部分嘅第三方嘅維修咧，我都係唔係好建議大家拎去嘅。至於一般嘅機械機芯咧，第三方嘅店家咧其實都係能夠處理嘅。價錢咧就真係豐儉由人。好啦，咁啊，今集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咧我呢一個少少嘅分享咧都可以提醒到大家，亦都幫到大家。呢個 HK Take Your Time 我 Alex， 大家揾錶買錶歡迎揾我。咁我哋下集再講啦，拜拜。